如咁啦，即係太極嗰個意義係天時地利人和啊嘛，不如我哋人和咗即係陰陽之間嗰啲係嘛？不過我好想同大家講，嗱，而家你呢個年紀咧，就最啱叫太極啦。耍嗰啲啊！得閒你都可以跟住學下嘅。好啦，我希望咧，嗱，40週年，你哋60週年 call 一 call 我，好，嗱大家計下條數，60週年我哋幾多歲先？都係我哋努力啊！我哋努力啊 OK， OK， 好 OK， 恭喜太極，多謝君怡姐，繼續隨落去。知道。呢支煙係假㗎，帶翻走先。冇事啊，冇事啊。繼續支持太極。多啲掌聲 ，Thank you。Love you， 來，繼續一個。好風紅順啊你咧。咁樣嘅。